台南购物节已经迈入第13档，对去年7月1号开始，到今年3月10号截止，只要民众伫台南市任何一间店家消费满100块，就当登录抽奖。根据经科局统计，累计到1月6号消费登录的金额，包括发票、收据甲分段，已经突破52亿。东港下晡伫南芳购物中心广场举办第4摆月月抽。活动伫市长吴一婷以及律师邱佩恩的见证，分别邀请侪贵宾来抽出大奖，包括第1台汽车以及黄金1两、美国旧金山双人来回机票等70外奖品。好运的朋友啊，无得卡就是你得大奖。黄金1两28711165，王宣华先生或女士06853885，恭喜他！2024年迈向台南400，我们在1月的时候就来抽出这个大奖，除了抽1两黄金之外，那也抽出我们的这个 Toyota 的 Vios 的这个汽车。那过个新年，那换个新车一定是很开心。去年12月31号为止已经突破52亿今年到今天已经迈向53亿的消费登录金额，所以说可以说反应回响非常非常热烈，也欢迎大家一起，也一定要来到台南购物节。根据了解，这台幸运的汽车得主，这是伫新华专联消费679块的本身，迄个是律师，真正足幸运。台南购物节除了月月抽，每礼拜抽，嘛有 iShopping， 以及用 App 缴停车费，还有抽电动车等加买好康，邀请民众把握机会。今年特别将手机纳进来以外，咱嘛有一寡加买活动包括咱家旅馆跟旅馆还有跟其他商圈，我们有结合在一起那旅馆从1月11到12月到12月11到1月18这段期间只要有住宿的话，原则上它都可以有一个特别的抽机车的活动。虽然台南购物节第1台汽车得主已经出炉，不过侪消费民众也是相当期待，因为3月也有1台100万汽车，以及市长2月底所要公布的新币大奖。购物节的奖项很丰富，然后虽然这次没有抽到，觉得很可惜，但是我还蛮期待接下来3月还有一个压轴奖，希望那一次可以抽到。看在那个活动截止之前，好像3月多，应该要多多在台南购物消费，这样让自己的机会再增加一点。他们讲过去我每年都有抽房子啦，可是坦白讲，那个房子真的是太贵了，所以我们在想说怎么样子来一方面又让民众有参加购物节的这个欲望，一方面又能够在兼顾我们的预算，尤其我们今年预算又蛮多，社会福利有在做了，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请看2月分晓，2月底以前会告诉大家。台南购物节嘛是看伫台南4摆重要活动，到时民众去老街去看花灯、现场消费，拢会当参加抽奖。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